手拖住手嘅感覺真係好，尤其係當你拖住一個你中意嘅人，不其然就會有一種甜蜜同埋幸福嘅感覺。輕輕咁手挽手，就已經感覺到互相嘅濃情蜜意，將大家嘅距離拉得好近好近。每當我哋手拖住手嘅時候，唔單止感覺到有溫暖，仲有力量、信心，好似可以感覺到對方對對方嘅關心和肯定。呢一切美好嘅感覺，其實都係因為我哋都愛對方。記得你曾經講過，你好中意同我手拖住手，尤其係最中意我哋十指緊扣嘅感覺，因為你覺得咁樣好有安全感。而我哋都曾經拖住對方，走過咗好多好多嘅路，經歷咗好多，分享咗好多。但願喺呢一世，我哋都可以十指緊扣，一齊走埋下半生。誰都知雙手好緊扣，不依不捨的背後，這個信念有多溫柔。從害怕會被擁有，直到氣力不夠，10隻手指終於找得到對手。能開不開心都緊扣，辛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個成就。可惜我只得我一個人翹起雙手。